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Boris 嘅科技夢工場。我係員工1號 AI 寶姐，我係員工2號 AI 阿莉。今日我哋會為大家開箱嘅係 Yolopark AMK Pro 16cm 高嘅變形金剛 Mirage 幻影。喺開始之前呢，如果你對 Boris 嘅 channel 有興趣嘅，可以按下 subscribe 同埋 follow 佢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。正在觀看嘅你，請幫手留低你嘅 like，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佢嘅影片啊，幫佢喺4月之前衝破3000，多謝晒！如果你係第一次觀看呢個頻道嘅朋友，冇錯，你喺度睇佢嘅影片就係佢嘅朋友。呢個頻道主要係分享關於佢嘅日常生活、數碼藝術、3D 建模作品以及分享新舊玩具。好，而家進入正題。寶姐，我哋一齊睇下外盒嘅設計。首先係外邊個盒。咩啊？阿莉，盒就係盒，咩外邊嘅盒啊？唔明喎。你唔好咁心急，係有原因嘅。因為除出外盒之後，裡面仲有一個盒嘅。咦？係喎，裡面嘅盒面仲有燙金喎，感覺好高級啊！好，開盒啦，等我睇下裡面有幾多嘢先。佢有一本印刷得幾精美嘅說明書，裏邊仲列明咗 Pantone 嘅顏色號碼。不過呢，盒模型唔係唔使上色嘅咩？設計呢一回事我就唔識啦，只覺得佢誠意滿滿㗎。今日仲附有好多電池嘅，不過點解有咁多呢？仲有一個 pins 應該係初回限定。唔係話 Boris 應要戴手套咩？你睇佢手有幾肥啊！另外，裡面以級數分別擺放唔同嘅部件。哇，有啲部件真係非常之細啊！拎出嚟嗰陣一定要好小心噶啦。如果跌咗落地，就一定會俾地精靈食咗，揾唔返噶啦。係啊，不過唔使驚。Boris 有一個小工具幫佢。真係啊？咁佢用咗咩工具啊？就係泥膠啊！你睇，只要用泥膠就可以輕鬆咁拎出嚟啦。好啦，不如我哋唔好騷擾 Boris 啊！唔使驚喎，其實 AMK Pro 系列一向都係好簡單，基本上係適合大部分人士嘅。我明白，定係等佢自己係靜靜咁慢慢砌，好冇？哈哈哈！好啦，我唯有將影片加快5倍速啦，相信觀眾都好想快啲見到完成品啊！咁我可唔可以揾首歌聽下呢？你唔好揾啲好嘈嘅歌都 OK 嘅。你睇下，話口未完，真係會砌錯㗎。唔好大驚小怪，只係前後反轉啫，好快就修復咗啦。最後 Boris 都只係花咗半個鐘就完成咗啦。寶姐，你又覺得點呢？首先，我見到腰部有個可以轉動嘅散熱風扇啦，唔知其他關節又點呢？頭部有2重球形關節，不過礙於裝甲，頭部轉動嘅幅度唔係好大。另外咧，係膊頭咧係有拉出式關節，係可以做出手臂交叉嘅動作。呢個姿勢係有啲囂張嘅。大髀可以提高到90度以上，而小腿後面雖然有個車胎，但都冇咗小腿屈曲範圍。而背脊露出嘅肌腱部分相當精細，仲可以向前屈曲。
咁我知道仲有2個武器可以同手型更換啦，令個可換性大大提高咗好多。跟住就係眼睛同武器都可以着燈，不過係點樣着燈嘅呢？只要用佢提供嘅博派磁石徽章掃一掃就可以啦。例如可以長着啦，跟住就係閃燈，之後係呼吸燈，再掃下就係熄燈。哇，真係好有型啊！你見 Boris 不斷喺度幫佢影相，就知道佢有幾型啦。佢仲可以還原電影裏面出現嘅姿勢，而呢個價錢可以有咁嘅質素，我就冇投訴啦。睇下先，今次仲有包埋一個圓形地台啦，一個用嚟着燈嘅博派徽章磁石，同埋一支可屈曲嘅支架。不過阿呢，你覺唔覺得呢支嘢有啲過長呢？用呢支嘢嚟托住佢係咪太高呢？電影裏邊佢有跳過咁高咩？我就冇見過啦。唔緊要啦，淨係齋企喺個地台上都已經好型仔啦。呢一節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各位收睇。寶姐，你喺度做咩？仲唔同觀眾講拜拜？咩啊？我要幫 Boris 訂手套啊！費事佢下次又要影隻肥手啦。多謝各位收睇，下集再同大家一齊開箱啦，拜拜。